6樣兇物絕對唔好帶入屋。你以為係着數，其實係引禍入門。好多人都話風水係要擺啲嘢入屋先算，要擺隻招財貓，要放盆富貴竹，要掛幅山水畫，要買隻金蟾蜍對住大門，要係財位放一盆植物，要係門口貼一副春聯，要係窗邊掛一串風鈴，好像只要不停地放嘢進去，屋企就會越來越旺。但我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唔係你要帶咩入屋，而係你絕對唔應該帶咩入屋。呢個分別好多人唔明白，甚至從來冇諗過。好多人花咗幾千蚊、幾萬蚊買風水擺設，但係同一時間佢哋屋企有樣嘢擺咗喺度好多年，靜靜地不聲不響地消耗緊成個家嘅氣場。就好似你用水桶盛水，一邊裝一邊扭，你用盡方法去引財，但係桶底有個窿，財氣一入嚟就散晒，永遠都係空嘅。你唔明點解努力咁耐都唔見改善，原因係你從未察覺到嗰個底部嘅窟窿。風水有句話叫做先守後攻，意思係你要先守住自己嘅氣場，先確保屋企唔漏氣、唔入邪氣、唔帶兇物，唔讓破壞氣場嘅嘢長期留喺屋入面，然後先至去諗點樣引財，點樣催旺，點樣利用方位同擺設去提升運氣。好多人次序搞反咗，淨係諗點攻，唔知自己仲係度守緊個破洞，而且係越守越大個洞。今日我講嘅6樣嘢唔係鬼故，唔係嚇你，唔係要你從此疑神疑鬼，出門都驚，係每一日喺香港街頭都會發生嘅情況。你行出去買係，你去旅行，你逛旺角、逛荷里活道，你收親戚朋友送嘅禮物，你執靚個屋企，呢啲最普通嘅日常行為入面，藏住6個最常見嘅氣場陷阱，係好多香港家庭財運唔順、家人關係緊張、睡眠差、情緒低落嘅根源。我行走江湖幾十年，見過太多家庭財嚟財去，辛苦嘅錢無原因地消耗晒，家人多病，夫妻關係差，睡眠長期不好，自己無論點努力都好似有隻無形嘅手拉住你向下走。佢哋問我點解，我入屋一睇，成因8九不離10，係因為屋企入面有樣嘢不對，唔係鬼，係氣。氣場亂晒，咩財運都守唔住，咩好運都招唔到。係，你可能覺得我講嘅嘢係舊時代嘅觀念，係老一輩先信嘅嘢，但係我請你用現代嘅眼光去諗一諗，你每一日生活嘅環境，你接觸嘅物件，你屋企嘅整體氛圍，係咪真係影響唔到你嘅狀態？你入一間整潔、明亮、佈置良好嘅屋企，同入一間雜亂、昏暗、氣味不佳嘅地方，你嘅感受係咪完全一樣？當然唔係，環境影響人係任何人都能親身體會嘅現實。風水所講嘅氣場就係呢種影響的具體化同系統化。所以今日我由頭到尾逐樣同大家講清楚呢6樣嘢，你屋企有冇？你最近有冇帶入屋？聽完之後你自己諗清楚，然後付諸行動。第一樣，路邊執嘅錢同陌生人嘅私人物品。你試下諗一諗，你有冇試過行街，眼你睇到地下有一嚿錢，條件反射就執起嚟？有冇試過路邊見到一個銀包跌喺度，一件好嘅手袋放喺石發上，一條靚嘅頸鏈散落在行人道？大多數人都有呢種衝動，係人之常情。睇到住數就想要，睇到有人丟嘅好嘢就想撿，係人類嘅本能反應。但係我而家問你一個問題，你有冇諗過嗰嚿錢係點解會喺嗰度？嗰個銀包嗰件嘢係點解會喺嗰度？香港人普遍以為係掉落嘅，係人唔小心跌咗，或者係人遺留嘅，可能係咁衰，收拾物品唔見咗。但係你知唔知喺唐人傳統入面，特意將錢放落地，或者將個人物品放喺路上，係一個非常常見嘅解咒手法，唔係玩笑，唔係電影情節，係真實嘅民間做法，係香港到依家仲有人用緊嘅方法。當一個人身上有衰氣、有病氣、有財難，甚至係法術之下想將自己嘅厄運轉移出去，佢可以用一個最古老嘅方法，將一啲銅錢、散紙，甚至係個人物件刻意放喺路上等人執，等一個不知情嘅好人執起，嗰股衰氣就自動轉移到執嘢嗰個人身上。你以為你執到住數，但係對方係精心設計咁嘅局，等你執起嗰一刻，
嗰股衰氣就係你嘅了，跟住你走，跟你入屋。呢個做法古已有之，係民間解咒嘅一種方式，係有幾千年歷史嘅傳統做法，不是迷信，是真實流傳下來嘅民間方術。香港舊區、旺角、深水埗、油麻地、土瓜灣，尤其係你有時會見到有人喺街角拋散紙、丟銅錢，特別係深夜或者清晨，係善良無辜嘅路人執起，然後帶回家，然後莫名地運氣轉差，搞唔清楚係點解。就算你唔信呢個解咒講法，我再同你從氣場角度分析。錢係金屬製造屬金，金有聚財、傳遞財氣嘅特性。一個人長期使用住某個銀包、某些硬幣，佢嘅財氣、運氣甚至病氣都會慢慢滲入嗰啲物品之中。物品係人氣場嘅延伸，長期接觸嘅物品係最能儲存主人氣場嘅媒介。你執喺路邊嘅錢，你唔知上手係咩人，係破產嘅人，係長期病患，係衰運纏身多年嘅人，係剛剛從一場大難中走過嘅人。佢哋嘅金氣帶住佢哋嘅問題，你帶入屋就係將呢股外來嘅金氣引入你家嘅財位，擾亂你自己屋企原本嘅財氣格局，令你嘅財位出現外來干擾，財氣唔再純正。更加嚴重嘅係私人物品，路邊撿到嘅銀包、鎖匙、衫褲、鞋、手袋，呢啲係最直接帶住個人氣場嘅物品。一個人嘅氣場最濃最厚嘅部分係附着喺日常隨身物品上。你每日帶住一個袋，用一條鎖匙，住同一雙鞋，你嘅氣每一日都在積累，係呢啲物件上面。你撿返嚟帶入屋擺低，就係請咗一個完全陌生人嘅氣場入嚟，同你一起住，日夜共處，長期影響你屋企嘅整體氣場。可能有人覺得撿到錢唔還，道德上唔係幾對。我唔係討論道德問題，係講氣場問題。你可以唔帶入屋，留喺原地，或者放喺附近另一個地方，或者交俾警署，但係唔好帶入自己屋企嘅門檻之內。如果你已經撿咗，仲未帶入屋好，就留喺袋裏。回家後唔好帶個門檻，放喺屋外垃圾桶積氣。如果你已經帶入屋，放咗有一段時間，請你即刻將嗰樣嘢包入紙袋，拿出門，丟喺屋外垃圾桶，唔好留喺屋企過夜，也不用複雜儀式，丟掉就可以了。有一個情況要特別提醒，如果係老人家屋企附近，係街市入口，係廟宇附近執到嘢，風險係最高嘅，因為呢啲地方係最多人做解咒過運嘅地點。見到嘅時候當冇見，行開係對自己最好嘅保護。第二樣有裂痕嘅鏡，鏡係屋企入面風水作用最強嘅物品之一。好多人知道鏡喺風水裏面有作用，但係唔知佢嘅作用係雙向嘅。好嘅鏡帶嚟好嘅效果，但係壞嘅鏡帶嚟嘅傷害往往遠超過人嘅想象。鏡唔係普通擺設，鏡係氣場放大器、氣場反射器。一面完好無缺嘅鏡，佢反射四周嘅氣，將良好嘅氣場擴散、加強、延伸。所以風水師喺某啲情況下建議用鏡去催旺餐廳入面掛鏡，令食物看起來加倍豐盛，財氣加倍旺盛。廚房旁邊用鏡可以增加財氣嘅流動，玄關適當用鏡可以讓入門嘅氣更流暢地散佈全屋。但係咧，所有作用有一個前提，鏡必須完好，必須完整無缺。一面有裂痕嘅鏡，意思就完全唔同，係截然相反。裂痕代表鏡面分裂，係一個整體被破壞。喺氣場層面破損嘅鏡，唔再係放大良好氣場，佢係放大混亂、放大分散、放大破碎。你屋企入面嘅財氣、感情氣、健康氣，全部都會受到呢面破鏡嘅影響，開始散亂、分裂、不聚。大家可能聽過一個古語，破鏡難圓。呢個唔只係一個感情上嘅比喻，係有其風水根據嘅。鏡嘅完整代表家庭、感情、財運嘅完整。鏡破咗唔完係警告，係信號，係提醒你家裏氣場出現了裂痕，要正視，要處理。鏡喺五行入面係屬水，水係財之源，水主財氣流通，水係感情嘅象徵。一面健全嘅鏡如同一潭清水，財氣流通順暢，感情氣場穩定。一面裂鏡如同一個破咗嘅水缸，財氣唔但止唔聚，仲不斷從裂縫之中滲漏出去，感情同樣有裂痕，家庭關係難以和諧。裂痕鏡最危險嘅位置有幾個，第一係梳妝台，即係梳妝鏡。梳妝台係女主人每日早晚都對住嘅地方，係佢氣場最集中嘅私人空間。梳妝台嘅鏡有裂，對女主人嘅影響最直接、最快。
情緒容易起伏，人際關係容易出現摩擦，睡眠質量容易下降，長期下去會影響身體健康。第二係臥室門口或者對住床嘅鏡，臥室嘅鏡本身喺風水裏面已經係一個要小心處理嘅存在，如果仲有裂，問題加倍嚴重，主人睡眠容易受到干擾，神經系統容易緊張，長期下去影響精神健康。第三係大門或者走廊嘅鏡，門口係氣入屋嘅第一道關口，裂鏡放喺門口或者走廊，入門嘅氣就立刻被打散打亂，帶住裂散嘅氣場散佈全屋，影響整個家庭。廁所嘅鏡有裂，影響家人健康，特別係腎臟、泌尿系統相關嘅問題，因為廁所屬水，水上加水，裂鏡令廁所嘅水氣更加紊亂。我見過好多香港家庭，梳妝台嗰面鏡角落有一條細細嘅裂痕，主人家覺得唔大件事，繼續用，就係呢一條細細嘅裂，靜靜地影響緊全家人嘅氣場，一日又一日，一年又一年。怎樣處理？鏡有裂，無論裂痕幾細，都唔應該繼續留喺屋企入面使用，唔好用膠紙貼住裂痕繼續用，唔好用布遮住繼續用，唔好因為覺得浪費，覺得係外公外婆留落嚟嘅舊物而捨不得扔。正確做法係用深色不透明嘅厚布或者廢報紙將整面鏡包好，入面可以加一小撮粗鹽，意思係淨化，然後搬出屋，放喺屋外等垃圾車帶走，包住丟，唔好在屋外再打開，讓已經帶住裂散氣場嘅鏡再次反射屋企附近嘅環境。新鏡要揀完好無損嘅，揀時候仔細檢查有冇任何微細嘅裂紋。掛好之後，第一次照鏡之前，用一塊乾淨布蘸少量清水，加幾粒粗鹽，輕抹一下鏡面，做一個簡單嘅清潔同淨化，然後先正式開始使用。你而家屋企有冇一面鏡係有裂痕但一直都冇換？定係你最近有冇啲嘢係路邊執返嚟放喺屋企？聽到呢度停一停，唔使再繼續睇，係而家起身去屋企逐個房間睇一睇你嘅鏡有冇裂。然後諗一諗，最近有冇帶過任何路邊執到嘅嘢入屋？如果有，留言告訴我，我睇緊每一條留言，搞清楚先，跟住繼續睇落去，後面仲有4樣，每一樣都同樣重要。第3樣，從古樹老樹折返嚟嘅樹枝樹葉。新年頭行花市，好多人都會折枝桃花、折斷富貴竹，買盆金桔帶回家係正確嘅。植物代表生命力，代表生氣，係有根有據嘅招財旺氣做法，完全支持。但係問題唔係折唔折枝，係從哪棵樹折，係在哪個地方，以哪種方式折。香港人有一個習慣行山，見到一棵大樹，覺得棵樹旺，覺得佢係山神守護嘅，覺得折一條枝帶回家係沾沾靈氣。又或者係新年頭去廟裏面上香，見到廟門口嗰棵幾百年嘅老榕樹，枝繁葉茂，鬱鬱蔥蔥，覺得有靈氣，摘幾片葉帶回家放喺神台。又或者係行過公園，見到棵樹好靚，折一折枝帶回家插花。呢幾個情景係非常常見嘅香港人行為，但同時係風水上嘅嚴重錯誤。老樹、古樹，尤其係廟宇附近、山上舊路旁嘅百年古木，係陰氣積聚最重嘅地方之一。點解？樹木生長需要時間，越老越大嘅樹，佢吸收周圍環境嘅氣越深越厚。廟宇旁邊嘅古樹，長年吸收香火嘅煙氣、冥紙燃燒嘅灰塵氣、人們悲傷祈求時嘅沉重情緒能量，以及廟宇本身供奉各方神靈所帶嚟嘅複雜多元氣場。呢啲氣積累幾十年、幾百年，深入樹木嘅每一條木質纖維，唔係一般人說帶就能帶走嘅。另外，香港有一個很多人唔知道嘅歷史事實，舊時香港城市未發展之前，好多現在係街道、係公園、係山邊嘅地方，從前係墳地、山邊、舊路旁、河涌旁、填海之前嘅海邊，到處都有義莊同無主孤墳。嗰些地方長出嚟嘅大樹，樹根深入地底，所吸嘅泥土入面滲透住幾代人嘅亡魂氣場，係幾十年、幾百年嘅陰氣積累。呢啲嘢唔係你用肉眼看得出。你見到棵樹綠油油、枝葉茂盛，覺得好靚，覺得好有生氣，折咗帶回家，但係你唔知佢嘅根係從哪塊土地伸展出去，你唔知佢長年吸咗幾多複雜嘅氣場，帶返屋放喺花瓶，
擺喺客廳，然後家人開始覺得周身攰，無原因地情緒低落，夜晚睡眠質素差，細路仔係夜間莫名哭鬧，老人家突然身體欠佳，呢啲都係陰氣入屋嘅早期信號。樹木屬木，木主生長，木主家庭、健康、子孫後代。木氣本身唔係壞嘢，問題係帶住陰氣嘅木對家人嘅身體健康影響極大，特別係家入面年紀大嘅老人同年幼嘅細路，佢哋氣場較弱，受影響最快最明顯。正確做法係點？如果你想用植物嚟旺屋企嘅氣，做法非常簡單，去花市、去花圃、去合法嘅園藝中心買係有人打理、光線充足、有生氣嘅店鋪入面種出嚟嘅植物，唔係去山野、廟旁、舊路旁截枝。新年如果想行花市買桃花、水仙、葛，完全正確，繼續做，開開心心買。但係如果你行到廟門口嗰棵大榕樹前面，手伸過去想截一條枝，停手，唔好步行離開。即使係行山、行郊野公園，見到覺得靚嘅植物，欣賞就好，影個相留念就好，唔好帶嚟原地，更唔好帶入屋。自然界嘅東西有佢本來嘅位置，你帶嚟原地已經打亂咗佢嘅氣，再帶入屋係雙重干擾，對植物本身、對你屋企嘅氣場都係傷害。如果你已經截咗枝，帶咗返屋企唔好插，係水裏養住，唔好繼續放喺屋企，即刻包好，拿出屋外，係戶外自然地方放低，讓它回歸自然。第四樣，已故陌生人嘅相片同畫像。香港係個有深厚古董收藏文化嘅地方。荷里活道、嘉咸街附近嘅古玩店、各類二手跳蚤市場、旺角的舊貨鋪，甚至係網上嘅二手平台，入面有大量嘅老物件，包括舊照片、舊油畫、舊年代嘅人像畫。有一類東西，越來越多人中意買舊式人像畫，民國時期嘅黑白人像相、清末風格嘅肖像畫，買嚟係因為覺得有歷史感、有藝術感、有舊時代韻味。掛喺客廳牆上或者書房入面，覺得有品味有個性。我話你知，呢係風水上其中一個最危險嘅錯誤，而且係越來越多香港年輕家庭犯緊嘅錯誤。你唔好以為我誇張，我解釋俾你聽。人嘅相片唔係一幅普通嘅圖畫，圖畫係藝術家創作嘅作品，係藝術能量嘅載體。但相片係不同嘅相片，係真實記錄住被攝者某一刻嘅容貌、神態、生命狀態嘅媒介。佢鎖住咗被攝者那一刻嘅能量，尤其係正面清晰嘅人像。當嗰個人離世之後，佢嘅生命能量消散，但係殘留在相片、殘留在曾經屬於佢嘅畫像上嘅能量，唔係即刻完全消失。特別係有人為係相片背後寫過字，曾有人喺相片面前燒過香、祭拜過，呢類相片積累嘅氣場能量係更強嘅。你買返嚟掛喺客廳入面，相中個陌生人嘅能量就在你屋企存在。你唔知呢個人係咩人，佢生前係咩際遇，佢係咪帶住沉重嘅業力離世，係咪走得唔甘心，係咪有未了嘅心願，你完全唔知。你只知幅畫好靚，精商好有質感，掛出嚟好有品味，係可能係靚，但係你買嘅唔只係一幅畫，係一個陌生人的氣場。請入你屋企，日夜與你同住，客人嚟你屋企，有時會有奇怪嘅感覺，氣氛唔對，有種說不清嘅沉重感或者壓迫感，但係講唔出係咩原因。而屋主自己慢慢可能開始睡眠質量差，早晨醒嚟容易有沉重嘅感覺，無原因地情緒低落或者容易驚醒，精神長期唔好，做嘢冇氣力。特別係如果相片或畫像掛喺臥室或者放喺床頭附近，影響係最嚴重嘅。臥室係人最脆弱嘅時候，休息、睡眠、恢復精氣神嘅場所。呢個時候你嘅氣場係最開放、最容易受外界影響嘅狀態，而床頭掛住一個陌生人嘅畫像，係邀請陌生人的能量進入你最私密嘅空間。飯廳同樣唔易，飯廳係全家人每日聚集食飯嘅地方，係家庭氣場最重要嘅場所之一，應該保持輕鬆、明亮、正向嘅氣場。陌生人畫像掛喺飯廳，影響家庭關係，令家人之間容易有無謂嘅摩擦同誤解。正確做法係點？你想要歷史感同藝術感，完全可以係你嘅喜好，係好嘅審美觀，但係揀選風景畫、山水畫、花鳥畫、抽象畫、靜物畫，或者請在世嘅藝術家創作新作。唔好買任何有清晰人臉嘅舊畫或舊照，特別係陌生人、已故人士嘅。自己家人嘅相片點呢？家人嘅相片當然可以放，
但要放係合適嘅地方。客廳嘅相片牆係可以嘅，相冊收藏起來係好嘅，但唔好放喺床頭，唔好放喺廁所附近，唔好放喺廚房灶頭旁。已故家人嘅照片應該放喺神台附近，有香火供奉，係有儀式感、有敬意嘅方式去安置，而唔係當作普通裝飾品隨處擺放，隨意丟進抽屉。對家人要有尊重，對陌生人嘅相片要有戒心。第五樣，路邊或者河邊執嚟嘅石頭。近年有一個室內裝飾嘅潮流，用天然石頭做裝飾，石頭擺喺花盆入面做底石，石頭放喺書桌上做鎮子，鵝卵石鋪係浴室地面，大石放喺花園或者露台。呢個潮流本身唔係問題，石頭係天然材料，有紮根、穩定、厚重嘅氣場。某些石頭係有旺氣嘅效果嘅。問題係呢啲石頭從哪裏嚟？你係點樣得到佢嘅？如果係正規石材店買嘅，有清晰來源嘅，或者係風水師傅開過光嘅石，冇問題，放心用。但係好多香港人嘅習慣係直接行出去，行山時執幾粒覺得靚嘅石，海灘上執幾粒圓潤嘅鵝卵石，行郊遊時見到特別嘅石頭就放落袋，帶回屋擺喺客廳或者書桌，呢個係問題嘅根源。石頭屬土。五行入面，土係最善於保留氣場嘅元素。金會分散，木會腐朽，水會蒸發，火會熄滅。但係土係紮根，係原地，默默儲存住嗰個地方幾十年、幾百年嘅氣場記憶，好嘅壞嘅全部都儲住。你係咪知道你執到嗰粒石係從哪塊土地嚟？佢喺原本嗰個地方吸收過幾多種類嘅氣場，儲存過幾多係那個地方發生過嘅事情嘅能量記憶？香港係一個歷史複雜嘅地方，係一個經歷過多次天災人禍、戰亂遷徙嘅城市。好多現在係公路邊、海灘邊、郊野公園嘅地方，係幾十年前嘅墳地所在。香港山邊舊時有大量義莊同大大小小嘅墳場，後來城市重新發展，地面改建晒，但係地底嘅氣場係唔會因為上面起咗建築物、鋪咗馬路就消失。路邊嘅石頭可能係緊鄰舊墳遺址嘅石，河邊嘅石頭可能係從前無名屍體停放處嘅石，海灘上嘅石頭可能係從前出海失事、溺亡事故發生地嘅石。你執起嗰粒石，石裏面保留咗嗰個地方嘅全部能量記憶，你帶入屋，放喺家裏嘅各個角落，就係將嗰個地方嘅全部氣場記憶帶咗入嚟，讓佢在你家裏日夜散發。另外有一個特別嚴重嘅情況，有人行完山、行完郊野，見到路邊有一些明顯係舊時做標記用嘅石，或者係跌落嚟嘅石碑碎片，出於好奇心或者貪玩就帶走。呢個係非常嚴重嘅，因為有些石係專門放喺嗰個位置，有其原因嘅，唔應該隨便移動。更加要提防嘅係，有人去掃墓或者行到墓地附近，見到靚石或者特別嘅石，出於好奇心就執走。呢個唔止係帶嚟陰氣，係正式冒犯咗嗰個地方，後果係最難處理嘅。我知道有人聽到呢度可能覺得我講緊神靈鬼怪係封建迷信。好，我唔用任何神靈角度去講。你從一個環境科學嘅現代角度去想，石頭係天然礦物，佢嘅晶體結構確實有吸附同保留周圍環境信息嘅物理特性。海邊嘅石吸收咗幾十年嘅海水沖刷、風浪能量、海水中嘅各種礦物質；山邊嘅石吸收咗附近土壤嘅有機物分解產物，以及附近植物嘅根系分泌物；城市邊嘅石吸收咗路面廢氣、污水滲透。你完全不了解來源嘅石帶進家居，就係將未知的環境樣本帶入了你最私密的生活空間。唔信風水，信科學，你都唔應該隨便執路邊石頭入屋喎。正確做法，想用石頭做室內裝飾，去正規石材店、信譽良好嘅園藝中心或者風水用品店購買有清晰來源、經過處理嘅石材，或者買已經開過光嘅風水石、水晶、玉石類擺設。呢啲係已經處理妥當，可以放心用嘅。如果你已經有路邊執嚟嘅石喺屋企拿出去，放低屋外地方，讓它回歸自然，唔需要複雜儀式，放出去就好。第六樣，來歷不明嘅二手玉石珠寶首飾。香港人對玉對石有一種特別深厚嘅感情，係融入血液嘅那種感情。老一輩香港人尤其咁。阿嫲手上嗰個玉鈪戴咗幾十年，係從10幾歲戴到老，唔捨得除。
媽媽有件翡翠墜子係婆婆傳落嚟嘅，係有家族情感嘅，呢啲係有情感有意義嘅傳承，係另一回事，係應該珍視嘅。但係我而家講嘅係一個完全唔同嘅情況，係去二手市場買嘅玉石首飾，係跳蚤市場執到嘅舊水晶手鏈，係朋友送嘅來歷不明嘅舊玉石，係網上低價購買嘅舊翡翠、舊玉額，呢啲係風水大忌，係我見過傷害最多香港家庭嘅一類物品。點解玉石首飾同其他二手物品唔同，值得單獨拿出嚟講？有幾個原因。第一，玉石，特別係翡翠同軟玉，係目前已知吸收同保留佩戴者氣場信息能力最強嘅天然礦物之一。呢唔係神話傳說，係玉石獨特嘅晶體結構，令佢有喺其他礦物當中係較強嘅能量吸附同儲存能力。你長期佩戴一件玉，玉入面就儲存住你大量嘅生命信息，你嘅身體健康狀態，你嘅情緒狀態，你長期嘅財運狀況，甚至係你重要嘅人生轉捩點，全部都有某種程度嘅記錄。第二，玉係全開放式吸收，唔似金屬首飾，金屬主要係反射傳導氣場，玉係主動吸收、主動儲存，繼而不斷放射。所以玉石首飾前任主人留下嘅氣場痕跡，遠比其他任何材質嘅首飾更深、更難以清除。即使你用普通方法清洗，外表乾乾淨淨，但係內部儲存嘅能量信息係原封不動係度嘅。第三，香港民間有一個根深蒂固、幾代人都認同嘅信念，玉係護命之物，係與佩戴者嘅生命、命運深深相連嘅存在。有人說，當一件玉突然碎裂，係因為它幫主人擋住呢一場本來要降臨嘅大難，係佢代主人受了傷，所以碎了。呢個信念係有其深厚文化根源嘅，絕非空穴來風。正因為玉與命相連，一件有主嘅玉本身帶住上任主人極濃厚嘅命運能量。如果上任主人生前曾經歷破產、重病、嚴重意外、婚姻失敗、鬱鬱寡歡，甚至係年輕離世，呢啲沉重遭遇嘅能量係牢牢留喺件玉裏面嘅。你戴上佢，等於直接接觸呢股沉重嘅能量，讓它日夜貼身伴隨你，慢慢影響你自己嘅氣場。更加特別要注意嘅係，如果件玉係逝者，遺物係來歷不明嘅往生者留下嘅玉，從二手市場流出，係拍賣可賣出，係不知從哪裏流轉過來一件陪伴過主人終生嘅玉，在主人臨終或者過身之後，帶住最濃厚嘅生死交界嘅能量記憶，呢件玉最好唔好佩戴，唔好放喺臥室，特別係絕對唔好帶俾小朋友戴。小朋友氣場弱，根本抵擋唔到呢類強烈嘅外來能量影響。二手水晶手鏈、舊東陵石、來歷不明嘅舊石頭珠飾，同樣係同一道理，水晶嘅吸收能力一樣強，而且坊間賣緊好多係已經被人開過光、使用多年再轉手嘅已開光嘅水晶，帶住特定嘅能量頻率，唔係人人都適合，胡亂佩戴可能帶嚟好嘅，但係一樣可能帶嚟唔好嘅。正確做法，親人傳落嚟嘅玉石，你知佢嘅完整來歷，知前任主人係良善之人，知佢生前身體健康、生活安穩、晚年安樂，呢類有明確傳承嘅玉係可以繼續珍惜佩戴嘅。但係就算係親人傳落嚟，接手之後最好都做一次簡單嘅清洗淨化，用海鹽水浸泡24小時，然後係清晨陽光下放，係戶外曬2至3小時。呢係對前任主人氣場嘅清理，讓件玉可以重新與你建立聯繫。但如果係來歷不明嘅二手玉石首飾，無論幾平幾靚，都唔好輕易購入。如果係收到人送，你唔知來歷，婉拒係最好嘅選擇。或者保存但唔佩戴，唔放喺臥室。如果你已經有呢類首飾喺身，先做清洗儀式，海鹽水浸24小時，陽光下曬透，然後先決定係咪繼續戴。如果件嘢嘅來源真係太複雜、太唔清楚，最好嘅選擇係放低佢，唔好因為件嘢靚就硬要留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做一個整理。呢6樣嘢，路邊嘅錢同陌生人物品，有裂痕嘅鏡、古樹、老樹嘅樹枝、陌生人嘅相片或畫像、路邊河邊嘅石頭、來歷不明嘅二手玉石首飾，每一樣都唔係虛無縹緲嘅迷信，都唔係講鬼故嚇人嘅。每一樣背後都有一個最根本嘅道理，你帶入屋嘅每一樣嘢都係在改變屋企嘅氣場。氣場係真實嘅，唔係玄學裝扮出嚟嘅，係你每一日生活嘅環境，你呼吸嘅空氣，你接觸嘅物件，你周圍嘅能量全部加起嚟，構成你屋企嘅整體氣場。呢個氣場影響你同家人每一日嘅睡眠、
情緒、健康、工作表現、財運狀況、家庭關係。你可能以為屋企係一個中立嘅地方，但係屋企從來都唔係中立嘅。屋企係你最私密、最核心嘅能量場。你放咩入去，就係在餵養呢個能量場。你放好嘅入去，佢回饋你好嘅；你帶壞嘅入去，佢慢慢侵蝕你同家人嘅運氣，日積月累，越侵越深。好多人問我，點解我風水擺設做晒，命理分析過，但係財運就係唔好？我問佢哋，你屋企有冇以上呢幾類問題？佢哋諗一諗，話有，係就係咁。你一方面引財，一方面在屋企裏面養住破財嘅東西，兩股力量相互抵消，結果係原地踏步，仲要令你消耗精力去維持呢個抵消嘅局面，越做越攰，越努力越唔明白點解就係唔見效。所以風水真正嘅第一步，唔係去買咩招財擺設，唔係去找師傅催旺財位，唔係去睇羅盤方位佈局，第一步係清走不應該在屋企出現嘅東西，清除雜亂，清走舊物，清除你帶回嚟但根本不乾淨嘅物件。屋企乾淨了，氣場才能流通，氣場流通了，好氣才能入，財氣才能流，家人才能安，然後你才去談佈局，去談催旺，去談招財。顧名思義，先掃舊，後補新，先守好道，後引好氣。今日講嘅嘢對某啲人嚟講可能有少少衝擊，因為入面有一兩樣你屋企入面係有嘅，或者係你最近做過嘅，唔需要太驚慌，但係需要行動。如果你屋企有呢6樣嘢入面嘅任何一樣，我建議你唔好拖。氣場嘅問題唔係你唔睬佢，佢就唔存在，係你唔睬佢，佢靜靜地繼續影響你，每一日多一日，影響就深一分。你而家可以做嘅係逐樣對照，係咪有就逐一解決，唔需要一次過全部搞定，但係要開始動。第一步永遠係最難嘅，但係踏出去之後，你會感覺到屋企氣場輕咗，家人相處順咗，自己心情好咗，睡眠深咗。呢唔係迷信，係你親身感受到嘅現實改變，係你對自己嘅生活環境主動負責嘅成果。風水好嘅屋企唔係靠擺幾件靚嘢出嚟，係靠你對自己生活空間嘅用心，對自己同家人嘅負責任態度。一個懂得維護屋企氣場嘅人，係一個懂得尊重自己生活空間嘅人，係一個對家庭負責任嘅人。風水係一種生活態度，唔係算命噱頭，唔係廢人怪，係自己對自己嘅生活主動負責。路邊嘅錢放低佢，鏡有裂換走佢，古樹嘅枝唔好折，陌生人嘅相唔好掛，路邊嘅石唔好執，來歷不明嘅玉唔好帶。6句話記住，付諸實行，屋企嘅氣場就唔一樣。你屋企而家有冇呢6樣嘢入面任何一樣？歡迎喺留言區話我知，話我知係哪一樣，話我知你屋企嘅具體情況。我睇晒每一個留言，如果留言夠多，問題夠集中，我會係下一條片針對大家嘅情況再詳細分析，逐個情況拆解，給大家具體嘅化解方法。你嘅問題可能係好多人都面對緊，但係唔知點解決嘅問題。你留言唔止係幫自己，係幫所有有同樣困擾嘅人。風水知識係應該分享嘅，係應該普及嘅，係應該讓每一個普通家庭、每一個普通香港人都用得到嘅，唔係有錢人嘅專利，唔係神秘莫測、高深難明嘅學問，係每一個人都可以學、都可以用嘅生活智慧。請訂閱呢個頻道，每個星期我會同大家分享風水財運、家居氣場、命理分析同香港流年運勢嘅實用知識，唔講迷信，唔靠噱頭，講嘅係你生活上真係用得着嘅實在知識。訂閱咗，開啟通知，唔好錯過每一條片。屋企係你同家人嘅根，守好呢個根，一切自然好。多謝大家睇到最後。副記關於屋企氣場嘅幾點補充，我知道有人睇完今日呢條片，心入面可能有個問題，係咪所有二手嘢都唔能帶入屋？係咪所有舊嘢都係有問題嘅？唔係，我要釐清呢個誤解。二手物品、舊物件本身唔係壞嘢。一個有溫度、有歷史嘅家庭，往往係有好多承傳下來嘅老物件，外公外婆用過嘅茶壺，媽媽嘅舊瓷器，爸爸年輕時嘅舊鐘，呢啲係有情感聯繫、有家族記憶嘅物件，係帶住愛與連結嘅能量，係好嘢，係應該珍視嘅。我今日講嘅6樣凶物係有具體原因係凶嘅。路邊嘅錢係因為可能係解咒嘅媒介，烈鏡係因為破壞咗氣場放大器嘅完整性。古樹嘅枝係因為帶住積年嘅陰氣，
陌生人嘅相係因為引入不明能量，路邊嘅石係因為儲存咗不明地方嘅氣場，來歷不明嘅二手玉係因為玉嘅超強吸收特性，令上任嘅能量無法輕易清除。呢六樣有佢哋具體嘅道理，係有特定問題嘅，唔係話所有舊嘢、所有二手嘢都係空。但係以上六樣係真係要認真對待。還有一個要補充嘅係關於清洗淨化嘅態度。我喺今日唔斷提到用海鹽水淨化，用陽光清潔。海鹽係天然嘅淨化物，有驅散負面能量嘅作用，係民間最簡單易用嘅淨化媒介。陽光係最強嘅天然正能量，係陽氣嘅最直接來源。兩樣都係自然界嘅恩賜，兩樣都係你不需要特別費用就可以使用嘅方法。唔需要去買貴嘅符會，唔需要做複雜嘅儀式，唔需要請人開壇作法。對於一般嘅氣場清潔，海鹽同陽光已經係最有效、最直接嘅方法。屋企係你同家人每日生活嘅地方，你帶入嚟嘅每一樣嘢都係氣場嘅一部分。好好選擇，認真對待，唔係迷信，係對自己同家人嘅生活品質負責任。請記住今日講嘅六樣，請訂閱頻道，下一條片見。